高雄的是高雄人来决定。在6月6号，我作为高雄人，我会回去投票。请教一下，因为这个礼拜6就是罢韩投票了嘛，那可是这个最近韩国瑜市长动作频频，甚至就是盖牌叫大家不要回去投，那你怎么看这个状况？高雄的是高雄人来决定。那我相信，假如说在民主的实践过程里面，投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。假如说你不投票，那就是别人帮你决定啊。所以不管你是支持罢免，或者是你不支持罢免，那都要去表达你投票的行为，哈，那这样才能够表达你自己的一个意见，啊，那毕竟这个是对高雄来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好，那我也相信人民才是在整个民主实践过程里面最后的决定者，好，那所以就在6月6号。我作为高雄人，我会回去投票。像台大、交大都有发起这个返乡专车，但是他们却被韩粉出征。我想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哈，任何人的意见，尤其是投票，都应该受到尊重哈。那而不应该用这种动辄用霸凌或者是出征来，或者是阻止别人投票哈，或者是这个用所谓的这种这个暴力的这个方式来影响投票，这个都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。好，我想我们还是要尊重民主的价值。总统，我们看罢韩，你会表态吗？总统不是有说过是消息，你有知道吗？人民给予韩市长机会希望他能够好好做。那假如人民当有一天觉得这个权利被辜负的时候，人民自然有权利行使罢免的权利，这些都是公民权。6月6号天气好然后这是我行使公民的权利，我应该会回去投票。来，我们感谢行政院陈其迈副院长也莅临现场，掌声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贵宾左手边这边的镜头。您怎么看说高雄市长韩国瑜他道歉了？他道歉说他落跑选总统。对，应该他要对选民说明清楚嘛，哈。那选举的时候讲好像不是这样，现在讲这样。我准备承担任何错误，我要做韩国不是分担的越讲越兴奋，越讲越爽，都说把西装脱下来好不好？你们真这样生气啊！我想他应该还是要跟市民说明清楚。那这一年，高雄很多的这种重大的建设，我们其实都也非常的忧虑了哈。那在整个选举的过程，他也讲了很多的承诺嘛，那这些承诺是不是有兑现那是不是在过去的1年的时间？让市政让很多市民很担心，这个都是他必须对市民说明清楚的。会不会觉得很冤？当初输给这些空头支票？我想我们民主政治是人民是最后的决定嘛，人民一旦做了决定，那我们就是接受那所以韩市长当选的时候，我也诚心诚意的祝福韩市长能够好好的做。那假如我们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们全力帮忙。即使我不在高雄，那人民的权利也包括选举跟罢免好，那人民给予韩市长机会希望他能够好好做。那假如人民当有一天觉得这个权利被辜负的时候，人民自然有权利行使罢免的权利，这些都是公民权不能把民主政治等同于劳民伤财嘛。好，那这种评论，我觉得人民恐怕很难以接受了那选择
一个好市长，或者是一个地方的首长哦，或者是总统，这个都是人民公民权利的行使嘛。好，当一个民选公职辜负人民期待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根据法律的规定就可以来给予收回，这个都是民主政治的常态。6月6号天气好啊，然后这是我行使公民的权利，我应该会回去投票。会长，天气不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